你哪位啊？我是红顶安保部部长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没事，没喝酒。短的，飞哥哥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在上班，别闹。我给你买了棒棒糖，还有零食，放心吧，绝对不会被领导发现的。别闹。你吃个糖吧。不吃，我在上班。吃。不吃。给你吧。不吃，别闹。扒开，我亲自给你扒开。袁总。林总。段飞，我找你有点事，闲杂人等，请先回避一下。怎么了？工作已经开展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？我放心得了吗？我只是随便来你这儿看一看，就看见你们两个卿卿我我的，我怎么放心啊？你好意思说我？你，段飞，我警告你，这里是办公室，现在是上班时间，你少给我乱来。还有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小保安了，你不要仗着我爸给你撑腰，你就在这为所欲为。我告诉你啊，在我这儿，什么？我已经明确的说过了，我不会再。你是红鼎集团的员工，我是副总，有权见一个我认为应该聊一聊的员工。那什么事儿？哼，这上面呢是云师彤联系的几家技术公司，我让你想办法阻止红鼎和这几家公司的合作，不许有任何的往来。我不会去。哼，你觉得你还有资格提要求吗？有些事情啊，迈出了第一步就回不了头了。你是云师彤最信任的人，说话有足够的分量，这件事情你办最合适。哦，对了，云师彤推行的电商计划到什么程度了？招募技术团队，今晚也会有个宴会，云师彤会从里面招募一些技术人员。哼，很好，荷兰呐，这就对了。你来了。我来看看你，爸，我想跟你说个事儿。这个部长的位置，我真的是不想。来，你还坐。段飞啊，你是不是今天和彤彤吵架了？没有啊。别骗我了，我虽然老了，但是我的眼睛和耳朵灵着呢。只是意见不合。你们呢，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省点心？记得你的任务吗？无论是红鼎还是彤彤，绝对不能再出任何差错。那您放心吧，
有我在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对了，我们团队里有一个信息技术高手叫马介，我想把他安排到公司，一来帮童童做事，分担一些压力；二来翻到公司内部，看看红鼎内部的蛀虫到底有多少。你觉得可以吗？我信得过你，你看着办吧。哎，童童今天是不是有个应酬啊？今天晚上有一个商业宴会。那你还在我这干什么？快去呀！好吧。杨总你好，这是我们红鼎集团的总裁云总，希望能够占用您一点时间，跟您好好聊聊。啊，原来是云总，久仰久仰。杨总，对您我才是仰慕已久。云总年纪轻轻就贵为红鼎的掌门人，让我们这些人感觉到汗颜呐。杨总，您过奖了，我们才应该多多向您学习才是。来。谢谢，不好意思，失陪一下。好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云总，你们先聊，那边有几个客户，我先过去了。你在这做什么？我现在是巨轮集团的副总，相信以后一定可以合作。恭喜你啊！看来你当年不辞而别出国留学，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石头，你一直误会我。我对你从来没有变过。当初离开你，我想最了解情况的，应该是你父亲吧？我父亲？怎么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什么？我只知道，当初我满心欢喜，等着毕业以后嫁给你。可是我等来的，却是你的不辞而别。石头。一切还来得及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一切都晚。不晚，石头。云总，那边的客户执意让你过去，看。老大，回来了。姑姑，马介，查得怎么样了？现在是这样，之前的系统漏洞已经做出排查，确定是内部人员干扰系统运行，但是具体操作终究没有查出来，这个必须得到公司内部进一步调查。老大，这是马蒂整理的技术报表。邓飞，如果要彻底查清楚的话，我建议你安排马基进入红鼎。我也这么想，这倒不难。不过，我们先把今天的安保工作做好再说。这里人多手杂，我担心石头有危险。危险，老大，危险大嫂没有，他只有很多烂桃花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先撤吧。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吧。真的啊？我的妈呀，这都穿的什么呀？不合适吧？
醉了。先给你们的包。哦，谢谢啊。你谁啊？我好像见过你。你是那谁？他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。我送你回家。不用了，还是我送云总回家吧。你哪位啊？我是红顶安保部部长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没事，没喝酒。志彤，志彤。没事吧？不要哭了，别闹。你跟我继续回去喝酒。没事吧？我喝酒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需要记住他。能不能行啊？回家吧。你别闹。吃饭了吧？看来还是要我送云总回去。走了，沈阳，你走了。好。走，喝酒去。那走。
魏总，云石腾盯住了吗？都按您的吩咐安排好了，荷兰也控制。不行，技术部必须安插我们自己人进去。这个您放心，刘天辰，我相信以他的能力可以让您高枕。再说，现在咱们三方联盟，您完全可以放心，你现在首要任务就是去增加人手，然后把韩元仓和云石腾的动向第一时间汇报给我。是。下去吧。张佳，一定要谨慎。请问你找谁？对不起，保密。哎，你这女的挺横的。请你让开。哎，请我们让开，你是来找事儿的吧？我再说一遍，请你让开。美女，如果你再不出去，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别打架，别打架！你是马姬小姐吧？是的。哟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段部长刚刚才通知我，请跟我来。进。段部长，您请的那个技术专家到了。老大。段部长，这个技术专家啊，女中豪杰，功夫了得，把我底下那几个兄弟全都打倒了。你闭上眼教教我们呗。行了，方队长，你想起什么哄呀？行了行了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跟马杰还有事。马杰，现在情况非常严重，我要你动用一切手段，找出公司内部的蛀虫，马上展开工作。放心吧，我会做好这件事情的。我带你去技术部。请进。石头，段飞找的那个专家已经开始工作了。太好了，那你要不要跟我去看一眼这个专家？好，走。
调整就可以全部完成了。这次工作结束以后，除了你应得的报酬，我还会以我个人的名义给你更多的奖励。云总，我来这里工作，不需要任何报酬。不需要报酬，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。只要是段部长要求的，我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完成。如果你要给我奖励，不如给段部长吧。马姐，我和云总有急事出去一趟，这个就交给你了，有什么事打电话。您呀，就好好养病吧。我还是不放心。世彤是学习管理专业的，在学校学的那点东西，都是纸上谈兵，没有认真的实践过。项目发展计划我最清楚。你一个女孩子管理这么大一个公司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爸，但他没有你想象那么脆弱，他很坚强，在公司里啊，完全独当一面。段飞啊，我有件事儿想跟你说。那您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哎，爸，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吧，你现在就好好养病。好，回去再说。爸，你还有什么意见吗？没什么。段飞啊，你那个糖啊，也少吃点。这个有用吗？当然有用。我得先把公司的网络系统先分析一遍，这样我才能找到侵入病毒的相关载体程序。哦，不懂。说了你也不懂。那我不懂才问嘛。怎么样啊，天辰？看来红顶这次请了个高手，他们的系统正在自动检测，试图查出我们的病毒程序。这对你来说不是个问题吧？当然，这个时候反倒是最容易入侵的时候，我可以趁机直入新的病毒，这样他们的自检功能就会紊乱。你说这些我也不懂，我只看结果。强哥，看我的吧。怎么了这是？快要修复完成的系统程序全被黑客入侵破坏掉了。成功了，强哥，
病毒已经成功植入进去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干得漂亮！不过，病毒待的时间不会太久，等它们自检功能恢复，就会自动查杀。这已经无关紧要了，只要它成功植入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很简单，在最关键的时候出手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就可以了。明白。天天，这事儿干得不错，看来你是时候进红顶了。听强哥安排。行，你继续。那怎么还能救好吗？这怎么跟老大交代？嘘。哎，没事了。看来是有人盯上红顶了。韩总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办好了。郑成强的手下刘天成技术非常的厉害，已经对公司的系统植入了病毒，效果非常好。好，那可以安排他办入职了。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告诉他，让他把云石彤想要的系统给做出来，然后再进行病毒植入。好，一定要办得天衣无缝。魏天浪那边的后续接触就由你来负责。我还是有些个担心的。韩总，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魏天浪是个狠角色，你以为他把刘天成安插进红顶，单纯是为了来控制云石彤吗？我是怕他过多的渗透进红顶集团，到时候我们若是推翻了云石彤，可公司内部埋下的隐患不可收拾啊！韩总，您放心，我明白了。系统最大的控制权还是要掌握在咱们手里。我会吩咐下去，派人盯着刘天成的。好，这样最好。找我做什么？怎么，我很让人恶心吗？哎，说正事，帮我把这些人安排到新的技术开发团队。我没这个权利。你在给我演戏吗？别装了，我都派人打探过了，云石彤叫你组建新的技术团队，有这事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说天海就这么大，我要想知道难吗？但是放心，这是最后一次，这事儿办成了之后，其他的事都不用你管。嗯？好吧。我希望这真的是最后一次。很好，说好啊。想我给我打电话，随时。走吧。石总，我们先别回家了。为什么？你看看后面那辆车。后面那辆车怎么了？我们从医院出来以后，他一直跟着我们。
你是说我们被跟踪了？那怎么办啊？你想不想看一场好戏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出来吧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冷风早就知道有人跟踪你，不过今天算他们走运。那你能不能早点告诉我呀？你不懂，这样才能有效果。邓飞，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你们还是要照顾好自己。你们也要小心。我先送师彤回家，一会儿全场见。你还走？怎么了？你舍不得我？你是一个人睡觉，害怕吗？老大，你们就是一帮废物！我要你有什么用？以后别让我在天海再看见你们。强哥。
石头，你去哪儿了？家里没吃的，我去买早饭啊。大早上你买什么早饭呢？大早上不买，我什么时候去买啊？这万一……早上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你担心我啊？行吧。你先吃吧，一会儿还要去公司呢。韩助理，秦助理，你在这干嘛？我在查几家互联网公司的资料。如果我们能联系这几家公司的话，我想我们肯定会有更多合作机会。太好了，那你赶紧给云总看看啊！就麻烦秦助理把这几份资料转交给云总，千万不要说是我给。为什么？你别误会，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我只是想为宏远集团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也希望能让云总多想。我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，那我先走了。你记得把这些转交给云总。陆天辰，虽然你已经来我们红鼎上班了，但还是希望你能够本本分分的，别想耍什么花招。那好的，我肯定会努力工作。一会儿我就去给你办理入职登记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正式上班吧。好，那听何主任安排。哦，对了，在公司别那么张扬。你说这个麦胜龙真的有这么厉害？回头你就知道，他已经大天海市。哦，要不要我给他安排进红鼎集团？回来，红鼎有刘天成就够了。让麦正龙在外面，天成李丁了，是不？既然这样，那就按你说的办吧。你找我？现在韩元仓已经买通了红鼎的董事会成员和许多的中层骨干，形成了利益同盟。这对云总来说是不小的威胁，你心里要有数。我知道，电商计划回搁浅，才是目前来说我最担心的事。我会尽力想想办法。跟各位老板汇报一下，云世同让段飞找人成立了信息监察组，请了一个网络黑客高手，名叫马基，他应该是段飞的人。什么？没想到那个段飞还有这能耐。刘天成已经安排进了红鼎，今天已经开始上班了。刘天成这个人可靠吗？我们把这个蝎子打了进去，就一定会有用。关键是怎么发挥作用。我同意柳峰的说法，毕竟这个刘天成是我们好不容易才安插进去的。至于这个马基，实在不成的话，就把他们给做了。
这个马基既然是段飞的人，就一定没那么简单。我提醒你们啊，还是小心为妙啊。蝈蝈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事已至此，你我都没有退路，出手吧。好。呀，酒我喝，我告诉你，喝了这杯酒，马基跟我走。我你干什么呢？没事，老大，闲着无聊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遇到了棘手的事。什么事儿？老大，有什么事你就说。我们来天海不就是来给你解决问题的吗？最近红顶的事，你们多少也都知道。我和云学彤怀疑是出了内鬼。你有没有怀疑的对象？暂时还没有头绪。现在老爷子让我成立了监察组，暗中调查红顶的高层。老大，这件事难度可不小啊！你怎么净接这种得罪人的事儿？这种事儿很容易打草惊蛇，我们需要提前好好策划安排才行。对了，马季，之前那次网络突然恢复正常，我觉得是有高手出现，你怎么看？我调查过系统漏洞，确实有高手进行过修改，看起来他们进入红顶集团网络的深度很不一般。这不刚好给你机会和高手过招吗？兄弟们，看我家马基怎么把对手虐倒。估计没那么简单。我觉得这像是某种信号。信号？说这黑客他是不是活腻歪了呀？马季，根据你说的那个黑客侵入网络的事，我觉得是一种宣战。既然这样，如果我们不应战的话，我们将会更加肆无忌惮。没错，所以说，现在我们就是跟这个黑客打时间竞赛，看谁先跑赢对手。老大，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着手调查这个黑客是谁啊？那正好，马基侵入这个公司的机会，我们把这个高手揪出来。我这次叫你们来，是为了上次暗访仓库的事情。李达死了，也就意味着克扣工资和货物丢失这条线索彻底断了。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次事件，让我发现做调查是非常有必要的，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平时发现不了的问题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完善电商计划，就必须去红顶百货做一次实地考察，充分了解实体店铺的营业情况，才能找到症结所在。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。红顶百货的营业额季节曲线变化比较大，要想实行真正的商业转型的话，必须要亲自去调研。可是，你说，李总，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你的安全问题，毕竟上次去仓库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。我觉得短时间内你还是不要去做暗访比较好，还不如交给我们，我跟秦雪替你去，然后做出详细的红顶百货营业报表交给您，您看呢？我现在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，电商计划迫在眉睫，我必须亲自去红顶百货做一个调查。那我们陪你一起去。
韩总，哎，您找我？钟诚啊，你最近很忙啊。韩副总，您说笑了。廖钟诚，现在红顶已经有监察组，你也知道，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啊，万一出了点事儿，我也不好办。韩副总，您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不过，您不会是真的怕了那个云世彤吧？我给您保证，不管他怎么查，永远也不会查到我的头上。你有把握就行了，毕竟在红顶干了这么多，自然用不着我提醒啊。放心吧，韩副总，我自然清楚自己应该干些什么。不过，韩副总，我最近听说这个荷兰对我们表现出极大的抗拒，您觉得他还能信任？我自然不会轻信他了。不过，考虑到他也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，毕竟他的把柄在我们手里，只要我动动手指头，他这辈子可就全完了。明白。不过，这个除了荷兰之外，其他还有些人。你多心喽，再信中心，这人都被查着，也绝对查不到我的头上。咱们呀，静观其变。我听说最近这个云世彤又要对咱们红顶百货进行考察，您看这一次我们应该怎么办？让他去，他想去哪儿，咱们也拦不住。听了韩副总您的意思，看来是有所准备了。钟诚啊，咱们就等个好戏看吧。啊！说了，没关系。戴夫子，你怎么下来了？我只是来看看你嘛，不错嘛，还有功夫伸展拳脚啊。哥，瞧你说的，这不刚送完尹总吗？抽空了练练功夫。俗话说得好，无事不登三宝殿。说吧，有何吩咐？云总，午饭都没吃，他就下班了？这个我也不太清楚。据说是带着秦助理和韩助理出去视察了。你知道他们去哪儿视察了吗？好像听他们说什么业务不太好，去视察红顶百货营业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出去一趟。哥，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？没事。你有什么事电话吩咐我啊？来3-2。晚上，哎，你谁呀？这是库房，你来这儿干嘛呀？你说我来这儿干嘛？来这儿当然买衣服了。大白天买什么衣服啊？
大白天不能买衣服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当然可以啊，可是你看看大白天的，红鼎百货有几个顾客呀？来，双飞。所以你们就在这儿打扑克是吗？那打扑克总比谁烧强吧？就是，你问那么多干嘛？炸了！哇，没事儿。哎，等会儿，想要哪一件啊？不用了，你们打扑克吧，谢谢。怎么样？看来这家红鼎百货的客流量真的很少。我刚才去那家店啊，3个营业员在打扑克呢。林总，我发现好多店铺的导购人员工作热情非常的低下，很多顾客走过的时候，他们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如果这样做下去，怎么能行呢？这确实是个很严重的问题。还有就是我们商铺的利用率非常的低，从整体看，我们红鼎百货每层店铺品类的商业安排都是非常老套的，许多像这种新鲜、时髦、吸引眼球的店铺都没有突出出来。你看，就像导购牌这样基础的商业布置，都需要更新了。这也是我们需要改革的重点部分。红鼎集团传统商业地产事业的落寞，这也证明了单独依靠传统商业模式，使企业转型陷入瓶颈的症结所在。是呀，所以我们必须整顿我们传统的商业模式。没错，我相信我们只要做出一个完整的电商计划，董事会是没有理由不支持我们的啊。没错，林总，相信我们一定会把后续工作完成得非常好。我相信这些问题最后一定会迎刃而解。哎，怎么这么多人啊？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在这儿等着我，我去看一下。哦，真是瞎积极啊！我们的云大 boss 啊，志明的能力你也看到了，而且他对你还是那么的忠心耿耿的，你怎么还是不满意呀？可他毕竟是韩元仓的儿子，谁知道打什么算盘？全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是背弃了他爸站在你这边的，你不信，你做个民意测试试试啊。算了，以后要多提防他就是了。可我总觉得，他背叛我们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我们去看看啊。上面有工人在闹事儿啊！我刚刚已经报警了，那个工人说他要见云总，说是红鼎集团让他家破人亡之类的。我把集团旗下的巨轮公司给了你，你要好好的利用它。现在外面的确是很乱呐，不过你做得很好，无论是哪一方面出现了问题，我们都将是其中的受益者。